咁可以睇下今日有冇走勢先咯，因為整體驗證唔多。馬就都仲係比較亂水啲、生啲啦。呢隻招捕捉4號當家精彩，有啲得罪咗電腦排檔，成日都唔好嘅。當家精彩都係又係排喺個外檔，上次又係排咗外檔咯，其實都已經跑得好靚㗎啦，翻嚟跑個第4。今次個檔位同上次叫內移咗2格啦。咁但係今日暫時跑落去好似都係擺前，係咪都係着數啲咧？即係要睇下布文點攝啊！即係其實上次真係好差啊啲際遇形勢，但係咁樣跑過第4呢，所以評磅員都加咗佢1分嘅。埋門啲拍吊落草地呢，都越即係漸見上力嘅呢隻當家精彩啊！咁排多唔係咁好，但係佢嘅票數就算多啊，我覺得。5號星神千歲正就2隻啫喎，交俾集前。考眼光，大數據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5場賽事，4班1200，大熱暫時係4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就當家精彩喎，擺前啲喎。咁啊中間有超步速啊，廚神第3位，出邊橙帽白衫呢仲有金風萬里啊。內欄第5工程小子，出邊第6啡色衫考眼光馬林，中間呢黃帽黃衫呢仲有大數據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星神千歲響尾5中檔嘅，內欄尾4幸運愉快啊。後邊3匹馬知道穩勝啦，尾二位置就係嗰隻星之源啊。暫時殿後出閘慢咗，係雪家福星嚟嘅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。金風萬里呢就好大步大隻就壓咗埋嚟放頭啦，跟住喺第2位就廚神啊，霸到內欄第3添啊，就係呢隻當家精彩啊。第4位有超步速啦，內欄第5工程小子啊，中間第6呢就星神千歲慢慢上啲啦，咁啊考眼光啊全程外搭啊，後啲嘅嘛幸運愉快啦，星之源呢響尾4啊，響外邊大數據後啲先有雪家福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金風萬里仲係佔先啊，廚神響外邊兩嘅馬中間當家精彩就穿插而上噶啦，外邊追仲有星神千歲啦，出邊呢就星之源啊，最後100厘米當家精彩就拋離群區啊，咁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噶啦，幸運愉快沿住個中檔衝過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金風萬里，出邊星神千歲，最出仲係隻星之源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當家精彩，當然就係贏咗個頭段啦，霸到一個內欄靚位，直路上面一衝上嚟就贏啦。跑第2名呢，咁啊就係轉咗啲配備喎，幸運愉快啊。第3名就比較近啲啦，外邊係星神千歲，入邊橙帽金風萬里，最出仲有隻姍姍來遲星之源。當家精彩，後尾落飛今日都轉一轉跑法啦，克服咗外檔，唔止留後搶前咯。布文話我放都得㗎，起碼今日布文偉達都好成績啊，喺度贏馬啦。跑第2名後尾都落飛嘅就係幸運愉快啦，蔡明少、無偉傑，3、4名就好接近啦，幾隻要影相啊，分別係星神千歲啦、金風萬里同埋星之源啊。反正啲快馬全部喺外檔，咁啊積極啲擺咗喺前面先，咁啊攝到個靚位。3、4名好近要影相啊！第1名4號，第2名係10號，1分10秒10啊，時間唔係好快。布文偉達就起碼睇重播啦。大熱暫時係4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就當家精彩喎，擺前啲喎，咁啊中間有超步速啊，廚神第3位，出邊橙帽白衫呢仲有金風萬里啊，內欄第5工程小子，出邊第6啡色衫考眼光馬林，中間呢黃帽黃衫呢仲有大數據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星神千歲響尾5中檔嘅，內欄尾4幸運愉快啊，後邊3匹馬知道穩勝啦，尾二位置就係嗰隻星之源啊，暫時殿後出閘慢咗，係雪家福星嚟嘅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，金風萬里呢就好大步大隻就壓咗埋嚟放頭啦，跟住喺第2位就廚神啊，霸到內欄第3添啊，就係呢隻當家精彩啊，第4位有超步速啦，內欄第5工程小子啊，中間第6呢就星神千歲慢慢上啲啦，咁啊考眼光全程外搭啊，後啲嘅馬幸運愉快啦，星之源呢響尾4啊，響外邊大數據後啲先有雪家福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金風萬里仲係佔先啊，廚神響外邊兩嘅馬中間當家精彩就穿插而上噶啦，外邊追仲係星神千歲啦，出邊呢就星之源啊，最後100厘米當家精彩就拋離群區啊，咁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噶啦，幸運愉快沿住個中檔衝過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金風萬里。咁啊睇下第3名張相啦，中間星神千歲奧爾文就到線先。星之源都係蝕啊！哦咁慢步速，第4金風萬里入邊貨我賺啲，麻麻地嘅。早段你要走3碟啦，不過都終於貼到埋欄放㗎啦，佢就。
預計派彩跑第一名呢，4號當家精彩獨贏40蚊，位置16個半；跑第二名係10號幸運愉快，位置41蚊；跑第三名5號星神千歲，位置17個半啦；跑第四名係7號金風萬里。年位4搭10派263個半，二重彩4號10號順序派555蚊，三重彩啦4號10號5號順序派3656蚊，單 T 派551蚊。位置 Q 4搭10派80蚊，4搭5派46個半啦，5搭10派141蚊。偉達就暫時起孖兼捧杯，好精警啦！你見到啊，今日布文個跑法，亦都證明咗真係超啦，即係後上又得，擺前都得啊！ 8號月形又係擺咗喺前，好快反應啊！今日出閘，始終其他馬唔係好快啦。結果臨尾佢又變咗大熱門，咁但係都係有4倍嘅。哎呀，人多啊，有啲驚啊！隻馬縮埋耳仔，俾啲信心佢先。第一次啊！又入閘咁啊，唔係嘛？咁唔好行入去又冇地啦，好地地啦，係嘛？唔好行去嗰個位。昔日偉達騎呢件彩衣都好好成績啊！自己練馬師做騎師嗰陣，恭喜晒啦！當家精彩都打開勝利之門啦！結果星神千歲影到第3，金風萬里係第4。咁所以金風萬里上次增程都啱噶啦，而家早段1200都唔係好夠快。仲要賽前可能都估唔到當家精彩會喺前邊呢，加多咗隻喺前面添啊，更加好即係早段係走少少腳程啦，蝕多少少啦。4連環預計派彩4號、5號、7號、10號派490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4號、10號、5號、7號順序派13654蚊。騎練啊，第9場仲會合作啊！嗰隻紅日社今日偉達就用唔同嘅騎師出擊，班德禮贏一隻，而家布文贏一隻，一陣係徒弟啦，周俊樂啊，係啦。上季合作麻麻地，今季都少合作㗎。今日2場布文嘅頭馬都發揮得好好啊，份份有餘。呢隻當家精彩都係即係贏咗個早段啦。布文好似跑馬地都係精靈啲嘅。轉頭有個頒獎儀式，香港鄉村俱樂部挑戰杯，easy 啊！布文話氣定神閒啊，行出嚟啊！咁今日唔使做榜啊，都有隻125啊125算唔算要做榜啊？咁近排做完122冇耐，應該都可以嘅，即係冇反彈得咁快。係啦，應該冇咁快嘅。嚟香港最低都係做123啊，布文122。好，恭喜馬主啊！
咁有2項杯賽㗎，布文偉達先捧第一個杯啦。另外第7場都係杯賽場合廣東洋賽杯。好，恭喜勝出嘅馬主同埋騎練啊！巡邏影片就睇翻啦。步速頭2段都係比較慢啲啊，以好似快地嘅掛牌嚟講，23秒77、23秒07嘅。咁應聲彈出啦，當家精彩呢，即刻霸咗個靚位，即係好似上次預有進區嗰啲跑法啫嘛，砰一聲彈出嚟，咪等你哋埋咯。咁廚神上嚟啦，金風萬里上嚟啦，中檔第4有超步速，外邊考眼光呢都亂晒龍㗎啦，埋邊有工程小子啦，跟住星神千歲大數據，埋邊就幸運愉快，包尾嗰3隻馬，中檔就星之源，咁埋邊就雪家福星啦，出邊呢就知道穩勝。咁啊埋咗嚟啦，終於都貼欄啦。不過步速唔快啦，你見到有3貼馬喺度，廚神都擺啱㗎啦呢個位啊，所以啲飛今日就話俾你知唔係好對版。前4名有3隻早段都係貼欄嘅，包括幸運愉快。不過留意下紅眼走係知道穩勝啦，其實早段佢好亂龍㗎，末段佢都追翻啲㗎啦。呢一場開始，佢就塞咗喺中間成堆咁樣翻嚟啦，望空唔到嘅就。其實星之源都開始要諗下加程啦。呢段末段佢唔係唔爆，但係開始呢就開始有啲咁多攬啊。大數據喺開邊，考眼光，冇乜特別走勢啫。係咯，都唔知點解臨尾着6格啊！第5場賽事復榜完畢。位置 Q 4搭10派80蚊，4搭5派46個半啦，5搭10派141蚊。二重彩4號、10號順序派555蚊。4連環4號、5號、7號、10號派490蚊。4重彩4號、10號、5號、7號順序派13654蚊。孖寶頭關11尾關4，正獎派168個半，頭關11尾關10，安位獎派121蚊。底後3部派彩，頭關4，次關11尾關4，正獎派1619蚊，尾關10號，安位獎派2715蚊。睇呢場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3秒77，第二段23秒07，末段23秒26，完成時間1分10秒10萬個標準時間2線啦。